如果你都有睇過我哋上一條片，應該記得我哋介紹過一部叫做 Snore Circle YA50 Pro 嘅便攜呼吸機。YA50 Pro 嘅出現，解決咗我部分鼻鼾嘅問題，而且就勝在便攜啊！但如果你係長期居家使用，症狀比較嚴重嘅話，YA50 Pro 嘅強度又未必滿足到你喎。唔通真係要用翻嗰啲又大部又嘈嘅傳統呼吸機咩？咁又未必嘅，因為 Snore Circle 近期又喺香港推出咗專為居家使用而設嘅全新機種 YA70A 啊！就咁睇個樣，的確係大部咗唔少啊！但係就新加入咗呢個大 touchscreen 同埋水箱，更加喺幾千蚊呢一個價位，可以提供到人哋萬幾蚊嘅機先可以提供嘅雙水平呼吸技術。我就試用咗一輪噶啦，用落又真係舒服咗，又方便咗。究竟 YA70A 點樣令到一眾鼻鼾人士有更加好嘅睡眠體驗呢？今日就嚟同大家分享下啦。早前我哋測試嘅 YA50 Pro 就以便攜簡單為主，但如果要做唔同設定，又或者係睇報告，就一定要連翻手機 App 先得啊！呢一方面 YA70A 就方便得多啦。佢內置咗屏幕，可以直接喺主機上面操作調整，完全唔使靠手機就可以轉換唔同嘅模式，監察機器嘅運作情況，仲可以喺度睇埋睡眠報告添。智能化功能方面 ，YA70A 亦都加入咗自動感應空氣功能，戴上口罩開始呼吸，佢就會自動供氣；除低口罩就會自動停止，提高咗日常使用嘅便利性啊！之前都提過啦，傳統呼吸機為咗令到用家唔需要吸入乾涸嘅空氣，最大嘅問題就係要拖住個大大嘅水箱，甚至係需要另外駁住一個水桶添。YA70A 都加入咗一個水箱嘅，但佢就做多咗一步，就係內置咗加熱功能，可以將水溫加熱到接近人體體溫，提供溫暖濕潤嘅空氣，即係話一年四季用都唔受環境溫度影響，冬天唔會吸到乾凍空氣，夏天都唔會覺得局促。而且水箱內置嘅設計，令到成部機嘅體積更加慳位，唔使再喺床頭駁多個水桶啊！喺機身嘅另一邊就加入咗一塊可以替換嘅空氣濾芯，佢採用嘅係醫療級矽膠材質，過濾級別達到 HEPA H11 級，可以隔絕空氣入面絕大部分嘅粉塵同埋致敏源，進一步減輕因為敏感而造成嘅呼吸問題。而最核心嘅呼吸輔助功能方面 ，Snore Circle YA70A 就支援咗多達3種嘅壓力模式。開機之後已經可以即時用到嘅 Auto CPAP 模式，吸氣嘅時候提供更大嘅氣壓撐開氣道，而偵測到你呼氣嗰陣就減低壓力，等你呼氣嗰陣幾乎唔使用力。而值得一提嘅係 YA70A 上面嘅 Auto CPAP 模式會對比 YA50 Pro 更加靈敏，反應速度更快㗎。另外，佢亦都有持續提供正壓嘅 CPAP 模式，以及提供雙水平壓力嘅 S 模式。呢個 S 模式比較特別嘅地方，在於用戶可以自己設定吸氣同呼氣嗰陣嘅供氣壓力，做到更加彈性嘅個人化呼吸體驗。咁多模式選擇，以往要做到呢一啲功能，都以市場上一啲比較高階嘅貴價型號呼吸機先有嘅。而家連幾千蚊嘅 YA70A 都可以用得到啦。不過講到呼吸機，喺呼吸壓力嘅考慮之外，另一樣令人卻步嘅嘢就係噪音啊。YA50 Pro 嘅噪音水平係32分貝，都已經算好靜噶啦。但係 YA70A 更進一步，即使係加入咗水箱加濕，都唔會有傳統呼吸機嗰種嗶哩咕嚕嘅雜聲，噪音水平低至30分貝。30分貝係咩概念？大概係等於雪葉吹動嘅聲音，或者係圖書館入面嘅環境聲咁啦。夜晚用唔會騷擾到自己之餘，更加唔會影響到枕邊人。好啦，講完一大輪規格，當然都要講翻我真正嘅實試體驗啦。我就親身試用咗 YA70A 咧，大約1個星期噶啦。每日瞓覺嗰陣都用佢嘅，第一個感覺咧就真係好易適應啊。首先佢嘅 Auto CPAP 模式咧，會比 YA50 Pro 更加容易適應嘅。吸氣嗰陣有非常自然嘅氣流去撐開氣道，呼氣嗰陣更加唔使用力。瞓第一晚已經覺得順暢，冇嗰種頂住嘅感覺。但真正令到我更加舒服嘅係 YA70A 嘅內置水箱啊！有咗呢一個水箱，我哋就唔需要好似 YA50 Pro 咁循環用翻自己呼出嘅水蒸氣，
而且佢會將水溫加熱到接近人體體溫，呼吸成晚都唔會有喉嚨乾涸嘅感覺。我哋仲可以自己設定空氣嘅濕潤程度，提供到個人體驗嘅設定彈性。而喺之前都非常重點提到嘅睡眠呼吸中止指數 AHI， 其實就同之前用 YA50 Pro 嗰陣冇太大分別嘅。用咗1個星期之後，我嘅 AHI 指數大概就穩定咗喺1點幾至到2點幾左右啦，遠低於5嘅安全標準。數值上當然就唔算有咩大進步噶啦。但喺呼吸嘅體驗上面，我個人就認為真係會 feel 到有啲明顯嘅分別嘅。咁如果你同我一樣有睡眠呼吸嘅問題，睇完我上面嘅分享，我可能會問啦，咁我應該買 YA50 Pro 好啊，定係 YA70A 好呢？咁呢層我都好坦白講嘅，如果你有條件嘅話，就不妨兩部都買啦。YA70A 嘅功能就相對齊全，自帶觸控屏幕，又有更加靈敏嘅 Auto CPAP 模式，內置加熱水箱，30分貝超靜音，強度上限更高，而且向下兼容輕微症狀嘅用戶。如果你用唔慣單水平供氣嘅呼吸機，又或者想要更強供氣壓力嘅朋友， YA70A 都會係一個比較適合嘅選擇嚟嘅。但佢最大嘅缺點當然就係比較大而且重，基本上都係放喺床頭長期使用噶啦。但如果真係要帶去旅行，又或者係 staycation， 只係重540 gram， 由細到可以放入背囊攞出去嘅 YA50 Pro 咧，就自然係最佳嘅選擇啦。傳統呼吸機過萬蚊，大部，仲要拖住個水箱，呢啲都係令人卻步嘅原因。Snorecircle YA70A 嘅出現，用4000蚊左右嘅價錢提供咗3種專業模式，內置加熱水箱，30分貝超靜音，可以話係一個非常全面嘅居家睡眠呼吸方案。雖然佢唔係用嚟取代醫生嘅專業臨床判斷，但對於追求生活質素、想改善睡眠呼吸問題嘅朋友嚟講，呢部機係絕對值得你認真考慮㗎。如果你都受鼻鼾困擾，又或者係枕邊人鼻鼾嚴重，影響到你嘅睡眠質素，就不妨去 description 又或者係留言區睇下香港官方代理 Searching Sea 嘅購買連結，用我哋條 link 買，仲有限時優惠，可以揀埋呢一部白色嘅早鳥限定優惠版本添。今次嘅介紹就嚟到呢度啦，我哋好快都會有新片同大家見面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再撳埋隔離嘅鐘仔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